雙倍的分量。列王紀下2章9節。他們過去以後，以利亞對以利沙說：在我沒有被接離開你以先，我可以為你作些什麼？你儘管求吧。以利沙說：求你使你的靈雙倍地臨到我。從來都冇一個人好似以利亞一樣。以利亞曾經令到死人復活，吩咐火由天而降，同埋透露咗神嚴重嘅乾旱計劃。以色列人一定係肯定冇其他嘅先知擁有好似以利亞一樣嘅能力嘅，直到以利沙嘅出現。毋庸置疑地，摩西係希伯來人曾經跟隨過嘅最偉大嘅領袖，但係神安排約書亞成就摩西仲未可以完成嘅工作。喺大衛嘅統治之下，以色列國去到強盛嘅最高峰，但係佢俾神拒絕去建立聖殿，由佢嘅兒子完成富麗堂皇嘅聖殿。我哋可能會信任神喺我哋身邊安排嘅屬靈領袖，多過於信任神自己嘅。歷史教導我哋，雖然呢啲敬虔嘅人係幾咁受重用，但係神總有另一個摩西、以利亞同埋大衛。通常後繼者會有前輩加倍嘅靈。神嘅目的唔係要依賴我哋，佢有無限嘅方法去完成佢嘅計劃。呢一位帶領摩西嘅神，同樣亦都能夠使用約書亞。就算冇人願意去侍奉佢，神都照樣能夠用佢自己屬天嘅大能完成佢嘅計劃。對神嚟講，我哋絕對唔係唔能夠替代嘅，佢會完成佢自己嘅目標。問題係我哋能唔能夠有份於神嘅作為，定係佢會揾其他嘅人？如果我哋以為自己喺神面前係不可或缺嘅，我哋就係自欺啦。侍奉神係神賜俾我哋嘅榮幸，唔係我哋俾神嘅小惠。如果你正在痛失自己嘅屬靈領袖，唔好沮喪，神係會有另一位領袖嘅，因為佢會確保去完成佢嘅計劃，或者佢正在預備你去成為嗰一位領袖。求聖靈幫助我哋啦，阿門。